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去新北市泰山视察全新的宪兵指挥部建设营区，现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跟未来部长郭立雄拢有陪同哦。外界嘛正关心这两个人的互动。另外，风声外交部长吴钊燮会回任国安会秘书长，外交部长会换做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。早起吴钊燮伫立法院只强调讲，伊的外交工作会做到任期的最后一天。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见证我的园区完工启用。特别下任进前，总统蔡英文无被记录亲身巡视开特别3月整建的宪兵指挥部建设营区，因为这也是培训宪兵强化反战斗能力的新式特种作战综合训练营。顾明，你今天是来见习吗？国防部长开始进行交接了吗？陪伴总统的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、国防部长邱国正互动备受关注，因为风声罗清德5日就任总统了后，国安团队延续蔡英文路线，暗过因事大风吹，由郭立雄转任国防部长，加做国军第7位文人部长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会会任国安会秘书长，外交部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来接任。目前仍然是外交部的部长啊，也因此我应该责无旁贷，那也要心无旁骛的把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做好，做到最后一天。像龙秘书长是一个适任好的那个外交部长，这个部分不应该由我来评论吧。对风声不愿起讲，吴钊燮强调会将外交工作做到最后一天，因为选去5日空就职典礼，爱接待来自各国外宾的庆贺团。友邦国家参与的那个状况非常的踊跃，还要从其他的单位，甚至是从海外调回那个可以支援的这个人力。目前从海外来的这个团数应该是超过40团，那可能人数还不到800了大概400多500左右。吴钊燮指出，这摆友邦国家来参加真多，而且外宾层级真悬，包含8位国家政府元首。立委也关心中国是不是会在5日空进前，佮对咱的邦交国施加压力。吴钊燮表示，目前掌握情资是正常，不过有关的谨慎处理言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